自2026年8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元巧世代中发光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腓立比书第2章12节到1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腓立比书第2章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伫恁遐的时，恁拢有顺趁我。现在我无伫恁遐，恁搁较着安尼，着继续行遐，摇摇带来完成恁的得救。因为上帝时常伫恁中间伫做工，互恁有意愿，搁为实践伊的好旨意。无论做甚物代志，拢毋通埋怨，也是争论，互恁通清白纯洁，伫即个社腐败的世代，做上帝无缺点的囝儿，就伫因中间发光，亲像光得照世间，来坚守赐活命的信息，互我伫基督的日，通夸口讲家己无空空奔波，无空空劳苦。我若着用家己的血做奠酒祭，揽伫恁的信心所献的祭物，我嘛欢喜，嘛要甲恁做伙欢喜。相款，恁嘛着欢喜，甲我分享欢喜。伫元巧世代中发光。每逢牧师就任，也是教会长职就任的时，拢会有誓约。其中一个誓约会特别提醒会友，伫教会若发生争端，大声着通报小会处理，无应该四界宣扬，以免妨害大局。这个誓约的精神是避免教会争端不断流传，继续扩大。因为就算是无严重的代志，最后拢可能成做毋好的见证。检采这个誓约伫实务上真谪完全做到，但是伊犹原提醒信徒应该谨慎家己的言行举止，若无福音将真谪传出去。咱常常感觉到一般人对基督徒的道德标准要求搁较悬，比如讲犯同款的错误，别人总是真容易受理解和原谅，基督徒却亲像犯滔天大罪，备受指责。检采，咱对这感觉愤愤不平，但是咱是毋是捌想过，家己检采也捌用同样的眼光来看牧者？家己通做的代志，牧者无一定会当做，因为牧者是上帝的仆人，应该诚做无犯则得。伫教会担任重要职务的人，往往承担搁较侪的责任，因为安尼长职或是同工有时阵也安尼被期待。想莫讲敢有公平啊无？要讲的是，咱为虾米会有安尼的思维？其实这是关系基督徒的本分。拄亲像保罗讲的，着继续行侠摇摇带来完成恁的得救。行侠摇摇带的原文有敬畏的意思，也就是抱着敬畏的心来完成上帝互人得救的工作。拯救确实是上帝伫基督耶稣里所赐的恩典，就亲像保罗讲的，因为上帝时常伫恁中间伫做工，互恁有意愿，搁会实践伊的好旨意。因为安尼，教会是实践上帝美善旨意，为福音做见证的所在。做好行善，拄好是咱的本分。保罗继续提醒腓立比的信徒，
毋通亲像旷野流浪的以色列人共款埋怨，也是争论，是爱伫这腐败、冤巧的世代中纯洁无瑕，做上帝无缺点的儿女。保罗勉励因爱踮世间人中间发光，亲像星照耀天空，坚守生命的道。尽管背负高道德标准对基督徒而言并无公平，但是这确实是上帝对咱的期望。基督徒会当活出别人眼中高道德标准的性命，并毋是靠家己的力量，是因为心存敬畏，倚靠伫咱心内同工的圣神。伫牧者也是长职就任的时，誓约对信徒来讲确实无容易实践，却是一种提醒。我必须伫世间人面前发光，见证上帝踮我生命中掌权。伫这冤巧的时代中，愿基督徒拢会当活出纯洁无瑕、无缺点的见证，互搁较侪人看见基督的真光。默想：当世间人用高道德标准检视基督徒的一切的时，我是毋是常常落入埋怨，也是争论？求主怜悯，愿意亲自踮我内心同工，好叫我伫这冤巧的世代中为主发光。当世间人用高道德标准检视基督徒的一切的时，我是毋是常常落入埋怨，也是争论？求主怜悯，愿意亲自踮我心内同工，好叫我伫这冤巧的世代中为主发光。咱来祈祷：上帝啊，求你使我敬畏的心，搁踮我心内同工，互我遵行你美善的旨意，用纯洁无瑕的性命见证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